各位聽眾，歡迎咱倒轉來收聽今日學的鬼故事。這個禮拜，我人請你來看網請起來，等待隔壁是老家。哦，地圖。個有老隻刀哥，你看你鬼毛的刀。冇聲啊，而家哦，即係刀哥冇聲。啊，聲咩？即係聲，แล้วก็講太。ทำจากกุ้ยเองก็เดียวคนเองแล้วก็โบแคมเรอซีบาเกาคนเองก็ตัวโมก็คนเองHello，個我要老家呢，個我夾啲，我鹹啲，唔是半哎，鹹水啲，夾水鹹啲，水啲話呢，哇，鹹水啊，我就入了。人家哥我来了，你一個轉過啊 ？YK 是誰？哦，個不多用啊，個不多用話呢。 Hello，個有 YK 是裝嘅 YK， 我知 YK 是裝咯。唔使，嚇？我是出去，哦 YK 是半減啲。是我無名哦，你把你個來呢？我頭知道哦，你是唔是打乜 email 我？我 Skype ไม่รู้ because 我唔知because long start 嘅時我未 ready 嘛 so 我唔知會使 join in halfway 哦，會使，你有 link 就使 join 嘅，咪其實咩使 join 嘅？你是咩名？你姓焦？嗰陣我 join 咗嘅，我有去咧 event first time 嘅時候，因為我自己學騰嘅 pattern，所以你叫我騰正 that time OK 啦 because 我入幾回嘛，唔係咯，我騰幾回啊，你俾劉騰正。別使劉啊，別使騰正啊。對咯，我係想問有人名捌有撲過哦。想播我？OK，捌有撲。OK 啦，我名捌有撲。哈，OK，捌有撲，歡迎。捌有撲，你鬼告訴嚟講嘅知道？有淡薄 sharing 哦，會使講哦。其實入邊你袂 start 正，你聽到是我拄到你嘅時，你是到底先正是來啊？還是其實？頭知道你做啦，I think 在street 機嘅事，佢哋樣樣知係啊。哦，你估啊？OK，但要是真你這樣。OK，就是個轉個轉過，唔講就轉過。有啊，跟他講一下。OK，嚟啦，那叫啲八月鋪。我講八月鋪，我不多沒有喎。八月鋪嚟講下你啊咪，鬼告訴你講。我 experience 啦，到新加坡咯。你到新加坡呀？誒，未見梅魯嗬？你到得咯？係咯，我到檳城。哇，到檳城啊！咁樣多時間，我到新加坡。檳城啊，白海。哦， OK，到北海，我冇語話話嘅。
你知 Viva 啊？我唔知喎，我唔知 Viva 我喺度。 Viva 我度啊，我唔知讀到日本，伊出頭前就白人了，我知。แล้วอีเสียหันสิเขาอีกาพาวชัดตีกูใส่เปียงไอ้สิกูใส่ไปกันโอเคจุดหลังเสียใหม่จุดแล้วไล่ดู不如破啊รู้是唔是學騰介紹你聽學騰白騰介紹你聽唔是啊，我去迄邊治療拔掉伊咯。哦，我是在啲新加坡嗰時，我係頭先去，然後我聽到我嘅 housemate 都啲聽，一邊有聲一邊聽一邊笑。哦，你想笑？我冇去問，對，我冇去問伊係咪？伊甲我講一個隔壁邊嘅人講福建話係咯。哦。then 半年過後，我做工真 stress 嘛，所以我就 start 聽，我就 try 去吹聽福建話來聽。哦。then 就聽就聊咯，就聽到佢哋幾個數㗎了。哦，佢都是個是聽幾個，就像你做兩麥啊。哦，即我咁啲。哇。แล้วโอเค來แล้วรู้ต่อตีรู้เที่ยวกี่年啦個古本嗰度定到5-6年我2010年聽。哦，10年啊！哇！歡迎嚟頭次多嚟講幾個數啊！我成日講嚟 join，因為 quite free 嘛，但我們都別掉喺你點先。OK，好，嚟講，都係這就是嚇，聽你嘅故事，佢暫時真少咗，咁了在辦公對就是聽幾個，我個唔敢用佢哋bằng speaker 聽，我用我個驚我白白聽嘛。你聽到幾就聽到啊？你是講？對，因為我驚嘛，因為水處無蝦米擺㗎啦，蝦米冇嘛，所以我聽緊一幫就對做別咯。Yeah。對我卡係對做別。busy。到 last time 新加坡嘅時候，你聽了嘅時做邊度啊？點我聽 quite often 啊，one week 安尼款，然後我係佢哋講你卡後尾真大大，所以我無弄定，而且對，你講唔成個無弄掉，因為佢哋筆是無可能去弄掉嘅啦。然後伊就帶我去佢哋觀音頂嘅安公湖。哦，所以你是做啲你大腿後尾餅啊？嚇對。哦，你巴下後尾咧，唔是啲你卡你。我係小腿後尾。小腿是咩事？小腿就是講你卡發邊啊？你即正啊？即病啊！係。即病啊！對。哎呦，哇！我係計無 flexible 嘅哦，我係卡嘅硬嘅。แล้ว看到下邊我聽，แล้ว你就叫你去坐你去觀音頂會唔會看是蝦米物件做到？唔會 ，because 我先去嘛 ，just that 擺咗陽光湖，然後佢暫時是7月，佢暫時是7月幾，然後the second year 當然7月，然後 the second year 7月佢再來咗咯，佢是我未掉嘅時啊，because 我諗做工做。我嚟比較成個toilet 成人幫助嘅比哦。耶，超就香嘛。對。伊是because 唔是7月幾哦，แล้ว我人做 audit 真晏嘛，所以我就夜工對去做我甲我，迄時我有 roommate，所以迄時我做來我要去困，然後我就比較房間有迄個必要，然後我就真起哄我就。咪插話嘅，你知是幾咩？你唔知講是成個平常時人搖呢？我感覺係你比較，because 一個對去聽位，我比較。哦，maybe你幫住是噴嘅搖對你鼻腔。伊個鼻較重嘅，然後阿摩尼係鼻呢？伊想
正吵嚇咯。哦，แล้วกับไปว่าตัวเป็นไงว่าคิดคนเนี้ยมาแล้วว่า roommate ตัวเทีย做工嘛，所以我就走去聽者我計白者者啊，等係對房間嘅事我就還是就我還是去做什麼，我就教我 roommate 個阿伯人白 pray in tongue 咯。嚇，啊即係 pray แล้วthe next day 係啊，自己 pray 喺你等錄。俾下 explain 你唔知你 pray 係咪本？你成日你有 gift 夠嘅，去冇特特冷嘅。成日去等嘅是講嘅話，something happen 啊，then 去你紅膠等，紅膠等我，成日去等我。แล้ว pray after that 你比賽就冇去แล้วI thought okay 咯，แล้ว next day 我冇做工嘛，我ตัว處嘛，處我一人咯，แล้วwhen 我行去 toilet 嘅時候，喺裏邊ตัว toilet 嘅味咯，想咯。哦。所以我是嗰隻味掉啊。你味掉啊！按照你去 link 嘅你袋裏味，你嘅 link 上都接掉嘅鬼嘅味呢？因為伊係ตัว我嘅房間，然後等陣冇去，然後等陣ตัว living room。學我嚟講，我成次 check 咗皮坑我，你真係好等死啊！喺呢邊正 strong 嘅，冇成家人，唔是像喺你阿媽幫助嗰種喺老人嗰種嘅邊唔是樣。咁你阿媽幫助邊是咩？喺老人嗰種喺你湊住慣咧，伊人比喺你個，比喺你個加 strong。你有貓喎？冇啊 ，OK， 貓拽咁頂，冇鳥冇狗，頭乜嘢貓拽狗。我會記我媽隻朋友人講嘅，同我講實實會記得我面有咩臭嘢，我定是 check 我面性啊。因為伊個樣踢football時啊，樣我買少年時踢football時，然後伊個朋友就踢football咧唔知有。古塞上面就第8檔嘅呀，咧他父母碰到已經一條伊皮康整個隻一點嘅塞嘅古塞啊，伊講真係啲味道超塞味，得落直吹過啊 ，after 一排父母時都一點塞掉到皮康嘅，所以那是講啊，塞特別無貴嘅，未聽見隻裏邊頭塞一點。Oh my god！垃圾味。你入嚟 OK， 所以你味掉，你大擺本是味掉，你冇看到你是味掉伊味。味掉。伊味掉香嘅哦，伊味嘅大擺啊。冇香。哦，大擺冇香嘅味啊。如果不打你冇味掉椒嘅味，別行對着別行是味到咩味？較臭酸哦。哦，臭酸成個歐郎嘅味啊！成講你去 gym 啊，你衫浸乾噶啦，節下到啲你 gym bag 而家冇夾出來，去佢嗱節一禮拜兩禮拜啊，夾出來味點喺裏邊啊？比係你個較臭嘅喎。喲！哇！because 我哋搬嚟這邊2017嘛，and then 我哋出現接觸嘅時做冇講正好事啊，我 parents so。then 我咪都有聽到人講話，我今日出去，然後伊到房間，伊接衫，然後伊聽到一個很像一個安哥介紹嘅聲，叨聲互伊聽。然後特別是我人有記到，然後我去問人講，伊講 because 我人這邊誒，是紅教咧，叫冇人講嘅。係咯。我 parents 唔是，我 parents 哦，你 parents 是人講嘅，你是紅教。我唔baru啊，睇你 long story，佢自己講。哇，應該係新 episode。然後我有去問學外咪都講because 這邊古早 before 起這個厝嘅是這個地加垃圾，所以講是啥 maybe 有貴這邊以前貴落客啊咯。然後叫我人去拜係拖地講價拖地嘛，哦，個買。Hello？有人再拜。我聽過。行去另外一個大門有嘛，咪去邊拜咯。
有啊未？哦，伊会啥伊人講到啊呢？嚇，迄個啥拿督公嗰種嘅，哦，你拖地嗎？現在係我甚冇聽過喎。我一個人寫邊，伊無伊嘅 picture 啊，伊無白動本嘅，just 寫伊土地公、土地婆安樣。哦，個土地婆誒。了去拜安怎？伊是叫伊來報備你嘅厝啊？叫伊講嚇，望出節平安嘅款咯。哦。你最近咧？最的 latest 係我聽到嘅。because 我驚困了嘛，但我嘛是甲換甲困，我做工到甲換嘛。但我看回個了後，好像我聽到真大聲，意思係真大。我好像聽到先我入來，picture 了好像我就聽過人叫，佢哋識起啊，你識起啊，因為伊實在是。嚇？你識起啊？你講？我識起，伊聲，because 我睇 just 把錄嘟嘟我睇落去呢，然後好像這大波聲，這大聲聲到門那邊響傳來，嚟假如我聲你頭頂啊嗬，然後我過嚟人定起啊點啊，可能我聲看唔住啊。你怕咗名稱嚟啦，係？就在一站都冇，還是我困掉名稱啊？然後我舊咪得講咩？因為有時我人成日常帶樓梯也是帶落往嘅邊掉，喺裏邊哦。然後我就是咩啦什麼？哦，你講出錯話。係對。哦。然後直到第二日咧，伊就講我嗰陣去問啊，伊講是有人帶轉來嘅，去南方嘅位，然後對轉來嘅。然後伊人講河湖很水，有水嗰樣咯。哦，你是講南方是想去就好啊？呢新加坡呢？嚇，落 KL 那邊對啦。哦。OK，一個當然個白，最個白人個故意告訴大摩高哦，還是幫減水啲，鵝鳥。頭先你前晚講我聽。我講嘅是古早上嘅時候，我媽過節嘅時候，伊地出節嘅時啦，就是講地出節人講會進來嘛。แล้วว่างในแก่เป็นกันแล้วตามที่ที่ว่าม้าชูแต่กอยอะไรชุดจีโอแต่สิจับดียามาคอยเอาวังแต่กองว่าตะเกียบมีกันแล้วนั้นแล้ววังม้าอาจจะมีอีสีนะสุกับตะเกียบแล้วว่างตามที่ตะเกียบเดียวแล้วว่าก็เกิดมีโอเคอีตัวเป็นสีกะมาแล้วจะได้คอนนะอุ้ยแล้วของนั้นจับดีต้องไปเอาเสียก็ขอคัดอีซึ่งสุดตัวต่อหน้าตัวต่ออแช่แล้วก็ว่าช่วงนั้นอีเรื่องของว่าเขาอแช่ต้นตัวต่อแล้วก็ว่าบุกกล่องตัวปลาหางมีอย่างของ你在城市阿妈中来，然後弟弟嘢就做別話，對，然後講唔知啊，我問下啊，人哋講一個耳特別等啊個我發現可能佢係慢慢教會對頭多大啊，你學清，你一冇聽喎，我切屋企一冇聽冇關係嘅，你就是攰多大學清肯食肯嘅。I want a question 啦阿仔是切個所以切節嘅事啦，我講喺處唔是長時間之前就係咁樣去困嘅係咪？阿仔諗過誒。而家啲困嘛，我就講我做二個，我是做為馬場嘛，所以我就是我個講下一節啊，家人未識對。特別12點嘛，佢後邊實對㗎啦，特別叫我媽出過12點，而家是我個嘅，買呢啲嘢個，而家是我個嘅。就是九妹。我九妹。哇！你而家我同你講，你個微微娃娃而家是短仔。微微娃搞到36隻嘛，所以就擺唔掉是成豬呢。我叫我媽咪看
去看狗嘅。我叫馬過嚟搞。誒，未必唔使看條咩嗬？等12點啊嘛，攰啊嘛。即係12點實夾攰嗬。啊，真是。哎我味道介胖呢，我正處面唔食鬼嘅啦。我上去食。啊，對，我看到你 post 喺 Instagram。我上去就攞一個串嘛，แล้ว串你攞就攞藤啊，แล้ว白丸啊，係咪啊？甚白啊，到啲裏面知唔知啊？maybe 喂安吸引到生回啊，唔知啊。但係呢啲做 pretzel 就留頂，所以我唔使要應啊。OK，嚟講咪我啲都。哦，我如果 last time 係咪啊？after 喂。我哋是為馬死嘅，是迄次次嘅事，啊袂唔知差別真人，咁樣就關起困啊。嚇！我是讓 before 讓他們是，你早就叫關人去困，伊講講對嚟，伊對嚟是嚇就讓可能。嗯。特別你困啊！咱喺邊時啊，再講出嚟惡鳥嘅，人就愛到過12點嘅時候出嚟。但你對嗎？有唔是過12點，有時唔加困，有硬打鼾。嚇！我哋講唔加困啦嚇。伊是講伊就是講伊佢困咧時，可能你到啲名稱為伊安那目睭就開起來時，看到你媽到你邊啊，就齊嘅。就齊嘅啦。我媽8歲嘅時啊，我係先佢哋細漢嘅股啊，大伊條嘛，呢時。前節嘅時啊，伊講一聽到我係媽當面頂腳咯。哦。下個腳啊冇死咁。姨媽得啦，意思講姨媽得當面頂腳。我翻嚟嘅腳。我邊你會個叫真正死了嘅事，因為是嚟對你出嚟除你後面是冇歡喜啊！我後晚呢我是真歡喜咯。下個死嘅時候就 stigmatize， 講哎呦，就是老的感到就驚啦啊！所以反正死嘅是成大嘅 stigma。冇啦，就是你那是看到伊人。其實呢，好多我問佢講 OK 嗎？就嚟 afterlife 啦嘛，你在死嘅時有個一個世界了，我有一個按照講啊。Even if 唔是 afterlife 啊，但係咱別歡喜講。哦，咱看到你見一面嘅啦，哈！伊人是講啦，我係媽的人是講啦，等人啊，伊人相信伊人死了，伊無寫個人了，就係哦。所以，好啦，我講話我大。When he alive 是點寫啊 ？It's still the same thing 嘅咯，伊是 another thing 了嘅，所以人驚。成日講啦，阿妹是冇驚啦，我話。冇啦，阿邊 even 就講，我講 even 就話是 grow up 到本來嘅人啦。嚇。不過老師嚟講，這是咱嘅flesh and blood 嚟嘛。哦。就，咱唔是應該講佢嚟講，就歡喜講，哦，我會再看到一個人。哦，แล้วรู้ใจอีโฮสีอีอุโฮสีอ๋อแล้วอีติตันรู้สู้ลูกขับโบกี้นะกับกิซีไม่พี่ไม่ใช่ตันล่ะป่ะพี่อันนี้ว่าใช่ก็โอ้อีโฮสีอี transition นั่นสิอีแล้วอีหลังโฮสี but บุญที่สุด嘅道理先是講อี落地嘅嘢啫 so it's like อี唔是講成個哈利人個小時哈利人有伊嘅 memories 就係咩？It can be like that 哈利人啊 ，maybe 有伊 soul 咪是講 pure 啊，係咩啫？有 dark side 啊咩啫？所以是講，伊唔是 really 人啦，伊是 something else 啊。所以比較加，就講到死啊，就我哋講話我係 use the word stigma 啦，講死你就 stigmatize。那是 because cultural 嘅事嚟啦，看你相信係咩？對唔對啊？看你相信係咩？你話無人，伊人就是講鬼了，伊人成個無名咧，是講伊厝鬼啊，係咪？伊人講哦，伊個名，哦，伊鬼名係咪 ？Bob 啊，係咪？哦，it's just Uncle Bob 啊，阿蓮。
啊，伊後面喎，伊人都冇驚，伊人講哎呀，whatever，伊冇做，伊做，伊成日等聲上面又。我話你是 something else 啊嘛。If for example 講這是人嘅 relative 啦，所以 I want to feel 講我想愛驚你，唔是講人just love one 啫嘛。看咱都想啥物？講個死啦！伊是咩是驚什麼意思啊？驚是講你唔是常常有經驗，有常常有拄到死去嘅人嘛。所以若是變做你紅磡上拄到時，你就你驚者啦，你唔被即係比較 accept， 唔知要唔知點轉可能，你可能驚啦，唔是講看到你驚伊太你可能驚。唔是就講伊鬼嚟一件。而是講伊嚟拖落堆，拖落去，就這樣。啊。So that's個事還是 OK 咯，只是 maybe 是為大咯。我你那面是講老人啊，伊人愛死了嘅是點寫？面是佢只看到伊人嘅 relative。對呀哈。我那時候我媽 before 伊死嘅時，我 auntie 講有啦。講有啊咩？阿咪講啥咩？我家己一人講話，佢聽講啊，你走啊，我阿妹啊，搞正聲個，阿妹搞正聲啊，你班來你講話媽家己一人講，我就也唔嘢啦啊。特別如果有可能是你媽本是有 subscribe 到佢哋 idea 咧，所以伊成啊，你就要試嘅時人，伊想是用一個叫 belief 想啊。Instead of 成日講你冇，成日講我都冇，我都唔知講你 suppose to 看到你正走死去喺家己人嘛。你變咗你 reaction 就是你做你到這邊 ，instead of 我唔會特別 maybe 伊解講嘅時，意思嚟講，嘿來行人去啊，行人去啊，唔知啦。調本有可能，成家一個人我好像看到一個，我唔是調出鏡。看到死去了，一個人嚟甲我講，我講啦，講驚到我都再去，我唔是講買過，阿公買過啊，等陣啊。係啦。你我講。但係甚至你嚟想起人，你們嚟拉薩講，你嘅成計人講話啦，如果你 brain 啊冇咩好食咧，你想到你唔知講，你冇想到係死嘅嚇。maybe it's just a memory， 你唔知，甚至是人講出嚟啊。memory。si bakal lah ya, nama he rendang dah ke. Ini si onyao lah, si amiga kan si onyao lah. Kau punya siapa ke neighbor? Oh ya. Iyo, holo ni neighbor hari raya. Kakak ho. Oh, kakak ho ni oh. Aku lang ho kui raya kami kalau neighbor lah. Ya lah. Tong actually. Ai. 我甲你講故事。嚟。我唔知有捌講過哦。我較久佢只去我做工嘅時啊，我到美國飛來飛去啊嘛，佢只大學校嘅嘛，做 engineer 嘅嘛。然後是我有一擺我會去講，我甲人講that有一兩擺呢，我大學校有個呢物件 happen。一擺是喺你步你行到對咧會向。我咪殺嘅，我都仔，夾落嚟嚇。畫嘅咧要，畫嘅了。我捌講過誒點子先。我接去房間，我感覺啲房間就有 something wrong 啦，我 rasa 掉啦。有一特別，我兩個就做工啊，阿妹教到我兩去 travel 啊，教個節目是阿妹咧，所以去困啊嘅，個節。所以我去我房間，我誒有啲奇怪，你驚接去呢？到你隻手就是係在經嘅門咯，啲門個口高行喎，正 rasa 正反而比較較濟無行。一張嘅經嘅門個口搭一行。嚇 ，normally 無行咋，冇我大過啊。我本捌拄過有行，本下。有真一少正少，特別我 from the moment 行到現在都 rasa funny 啊。但是我看我去對咧，我朋友啊去困啊無關啊。แล้วว่าย้ำมีหมวยอีตอนเลยหมวยแล้วไอ้สิบางทีคุณเนี่ยแล้วสิว่าเสียสิเช็คที่ไหนเจ๊แล้วสิเราบ่ปัญหาก็เจ้าที่คุณเนี่ย
แล้วมาจากที่หลักเต็มกู้ตัวแชร์มาจากที่เดี๋ยวคิด client 會做緊啊，所以即係嘅啊，多在經嘅會啊，嘢行多別嘛，會嘢多學下破嘅了。喲，啊，แล้ว 破都冇踢掉。maybe 我踢掉，所以請佢隻。哦，我咪曬嘅請佢隻，呢時我冇講個結婚，我先是 something like 做啊請啦，呢時我嚟啊冇講佢結婚。呢時我哋一玻璃鏡可能破咗，唔知啊做，and normally 啊你玻璃鏡掉到邊啊，真係有人叫啊嘛，唔知啊做咗破，然後我去你 reception 我贈英唔敢贈英，成日贈啲半走啊，行了未走，呢時我講行不到嚟破㗎啦，我真係冇錯，冇啦。我冇做過啊！我接裏面度困咗咯，我用仔機問嘢度困咗，冇去我哋去行。呢時哎呀，梗係奇怪啦。That's the first time。然後第二擺個啊好了，我去這個房間，我問 Rasa， 反正我 travel 時我坐咗係 maybe hundreds of nights 我住 hotel 嚟咗，跟住接落擺呢我 Rasa 反正一定係咁樣。第二擺是。Di pangking ko lah normal, tapi orang rasa something funny na, orang rasa something funny. Tapi mesti bukan mesti amel lah, 10點啊，搞啊hotel。咁你 rasa something funny 是你是 feel 到講有幾物件是實際上啊冇咪好事啊，冇咪 peaceful 那特別亂啊，係咪？你 feeling 係點？feeling 是講有物件 ，feeling 是講即係 environment 有。大家冇 peaceful 啦，就你講嘅呢。所以成個心冇咪清嘅啦，就冇。係冇咪清 ，but not really 講有 something。所以你冇 immediately 你講即係鬼物件，你是實際上can 可能啊。我 when 我 rasa 有安尼 feeling 是嗰隻 ，maybe 係你所在bad things happen. You don't know. Maybe you child abuse. Who knows? Right? Hotel. Energy lah. Maybe there's a bad thing that happened before.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lah. 你是講冇呢 peaceful 咯，唔是講只情咯。呢是我是冇講咧，我 pray 我去困，每次暗暝10點咧，咪就等我人去 hotel。pray 去困咧，咪是我 suddenly middle of the night 時我 everything 個 still 暗，我把酒個 still 冚了。but 我 rasa 我未請咋，只有物件嚟。你在想幾大 whatever 啦？你在 typically we know that also that can happen。我們嚟講，代表我只少 experience 到安尼物件，就學幾大嘅 feeling。so 特別我未起就嚟，我未請起嚟，我佢身體未有。but you be 開 one eye 大家加條蛇嘅咋？有時我嚟夜先講耶穌咩啊？我講 Jesus 我夜先講出來 ，the moment 我哋聲出嚟 from 我 lips 聲，Jesus 聲，我個 suddenly 成個我係人我線啊成 pull back again 咋 ，pull back 呀 ，the next moment 成個係冇點寫過嘅呢。我 suddenly 我係把招冇開，特別我係成個我 mind 係把招開起嚟咋，我 mind 把招開起嚟，你真係看到沒有？啲房間啊，上個房間個啲 TV 度一邊係咩咩？啲房間啊，啲壁啊，成個好開嘅咋，你睇你 gas 時啊，你佢 gas 時冇入嚟開，啲壁啊咪白行，啲 furniture 嗰啲有係嚟開啊，特別是金色嘅，貴嘅房間金色。你係開隻嘅，有嘅咋？燒起嚟冇煙冇係咪？所以就燒起嚟，呢陣時我直頭我係 mind 啦，唔是我係白酒啦，我係 mind。我邊去看邊啊？我係倒手啊邊。我你講到嚟啊，成帶就嚟 demon 嗰隻 angel 啲小牌。直頭邊去看啊，但冇乜看到係你呢？我個身體。pull away 啊！我個身呢成困起啊，嚟係你 vision 就冚啊。แล้ว個問題我聽起來是啊，只靜啊，我開起來把招呢，只靜一靜。
everything is like normal 冇rasa 講你嗰啲嘅物件 and 我真係 well rested 咯 after that 我瞓醒了6點幾 before alarm 等我瞓醒我就 well rested 了成日冇物件 happen 但係 that moment 唔使做事真係 funny 我唔係 experience 過下嚟我唔係 experience 過講嚟伊 almost 成個 like vision 嚟就成日都看到別行物件我是佢目睭冇開，但係我係成買嘅目睭開。我並俾你講咩？你我就我冇 experience 佢就到。對啊，你梗係發呢？伊邊下面嘅咧，伊分你咗個啦，想，as if 我啲開目睭啲看了個 room 咧，伊開個了，安尼搖啊，成個 gas 開安尼搖啊，但係佢咧是金色 ，everything 金色。啊，我頭一道我 experience 到下嚟，我 after 咧唔係 experience 到呢。我睇。好似佢哋 angel 拍我哋 demon 一拍書，我真係佢把隻看到佢哋就啲呢頭整咁震咗。啊唔使啦，我唔使啦。我是叫 dad 嘅，還是我是叫 Jesus 啦？但係你特別你就係講住拍嘢咩？你都唔知。In Christianity， 我人 believe that 人啊，咱人啊，是 actually 真奇怪，人是愛像個 animal 安尼 ，but at the same time 你愛像 God 安尼。But the angel 即是更加 spiritual 嘅 being，but 咱人啊是 both spiritual and creature 嚟嘅。So it's a very strange position。咱人是 quite different than angel 還是 animal。咱是一半。At the same time，咱是 animal，但係 at the same time，咱唔是成個 like spiritual like God and angel 嚟。So but it 因 in Christianity 冇講 like 咱人啊，咱講係咩啊？like 成個 make things true 啦。That's why praying like 祈禱啊咩啊。有包嘅咋？係你講話有包嘅咋 ？So it's like 了 anything you pray 啊，你講 like it's in agreement with God 呐。The angels will carry out the duty 啦。Something like that 啦 ，like I don't know 啦。In the Bible 講到人小賤啊，係咩啊？like Moses 啊，伊舉手迄時的伊人嘅 side will win 嘅咋。So as if like the angels fighting for your side and like 嗰啲。我唔知啦，我 rasa OK，the angel must have won 啦，because 我聽起來是冇你個。冇感覺個理嘅 you know and also 我 check 嚟 as if 我冇 any nightmare 我淨係 restful 我淨係 peaceful 嘅 sleep 啦我特別你記啦你識記嘅 experience 啊我真係奇怪 that experience 真係奇怪 it's like 我開目睭特別我唔係開我 physical 目睭我是開我腦嘅目睭我看 and it's end 啊真係快然後我個 like 成個 like目睭個冚一個布啊，就去 sleep 啊，你攞住兩筆成啊，我成個 out of body experience 成可能，你成個攞住筆 experience 嘅呢？有一擺，細漢嘅時，特別以前啊，我講過，我會記古早我細漢，我講過我細漢嘅時，7月半小金紙。then 我徛佇伊個金紙嘅頭前 then 唔知蝦米事，我想到我嘅 spirit 就拖去對面人。普遍想到如想到你嘅身軀變輕啊 then 慢慢會普安尼反正。你看到你自己身軀？無，伊是上加愛發多愛上加真啊 trans， you in a trance 啊，特別幾 second 呀，幾秒呀，真啊咩？你講了？我不講過，就我有你可能是我 OK， 這是七個是。我去我 neighbor 嘅厝數，我去 Maggie 嘅厝數，一出來時我直接 feel 到成個我冇咩 control，因為媽講。七個月啊，問
出去啥阿妹啊出去啦。แล้ว我特別我走特別一步，我嘛本部上講正鹹啦。嗰時我是 Christian 嘛，我嘛講，哎呀，切過啊，你望自己嘅出去啦。แล้ว我過去我對面 neighbor 全部乜過去，特別出來 gate 時我你講我啦，我 feel 到成個我差唔多冇咩 control 我自己啦。我 feel 到我成個我係身軀，我係靈魂啊，成個鼻起啊，我係身軀直接我直接成個路啦，曬路 imagine 呢個其實係 balloon 啊，係啊。แล้วที่บอลลูนผูที่ไปผูลูกรัสนะสิก็รู้จักปังขีนะฮะรู้ตัวบอลลูนตัวนั้นปล่อยเห็นนะเนี่ยกันซึ่งว่าที่เดียวว่า好像ว่าเก่งยำเดียว係一種嘅บอลลูน嘅 feeling 嘅嗬แล้วว่า時候เดียว嘛講切過我就哎呀我咪對啊驚就對嘅哦特別我冇想到嗰時貴啦，特別我有聽過一個你個日本是成日講人出去喺一個看到自己辛苦過啊，看到啲辛苦到啲名稱嘅嚇。哦，喺你唔知咗解釋啊你？哦，body 哦。哦，body。誒，特別有嘅人，你去看你 Reddit 有呀，伊人有達到有人寫講，哦，伊看到伊家己啊。But maybe in the future, as from the past 啫。哦。你唔知係咪是 out of body 啦 ？Maybe 伊是看到伊 doppelganger 咯，係你。特別是只看到嘅，只看到嘅，係成個男人你講你成個你另外白照看到嘅，你成個你買嘅白照。只看到。我係是買嘅白照，特別有嘅人講是伊人是只看到嘅啦，嚟。有一叫我會記嘅，寫講介好像係伊個厝嘅位一轉來，然後伊看到伊個某做工到 computer 嘅位度，伊兩有隻伊厝先生有隻 window 到 inside 嘅位，看到 the other side of the other room 啊。伊看到伊某做物件，呢個物件呢，伊大kitchen 係點樣？伊看到伊某轉來佢厝，哦，嚟佢轉來 from 外口。like 真奇怪 something like that 像個 deja vu 啊那something like that 啊邊 deja vu 是啲這 happens 頂到嘅事 happen 我有 feel 過幾道本啊你可能唔記啊真奇怪嘅 it's like真奇怪啥頂到我讀冊我會記到 school days 嘅時候I think 我 take care 我 brother 我 nap 起到喺你 couch 上邊 nap 起OK then 我看到唔記係like 我媽坐到後邊個伊看伊 watch 到 TV then 唔知安怎伊啉咖啡時伊 I think 伊 spill 伊 coffee then 我起來就坐埋 spill coffee 嘛我卡本叫嘛然後你起來啊我坐到後邊 a moment later 係想晒唔記 happen exactly the same 你就出來就你看一看但係唔是發生安怎個再 repeat 個這樣子唔記premonition 嘅呢啦想แล้ว我 happen 嘅事是攞到時 but 真係我不唔知安怎解釋我不看過一個scene成日到 train 嗰邊嘅可能pass by 啊這這係你唔記 because during that 我特別因為個讀冊個嘛嗰時 school days 我唔知我唔知你自己坐到係咪 cabin 安怎我係你唔記 actually 是 after that a few years later 我嚟新加坡做工嘅時候我坐 first time 我坐伊 MRT train 嘅時我看出去冇夠死嘅時我想看緊笑掉喂 why so familiar 我看過這唔記我 exactly the same exactly the same exactly the same 唔記 but it was but then it is already 幾年前before 我看到嘅時是 before 啦 then after that 我到新加坡做工冇久嘅時我再嚟知道我再知道我個看到這唔記得是到一個 window 真正伊個sunset嘅時真正水個 window 我就是寫一個 dream 啊ਹਨ啊你會 feel 到成個這房間該 peaceful 呢嗬啊ਹਨ我冇習慣咯 I don't but 伊淡淡有到我 mind because 我真熟㗎伊係你感覺真水係你 room sunset 嘅時伊sun入來然後有一個成個一個 curtain 真水嘅 curtain over 伊個 window then after that 冇久嘅時
真济年後，我去 Middle East 做工，我嘅 room 是 exactly 安尼款嘅。有一個 weekend 嘅時，我到我 room，我別記得做咩事，我啲 work 嘅時係咪 I just chillax 到我 room 到好 sunset 嘅時，我看起下你 window 嘅時 ，then only I realise，我真係 familiar，so far what happened to 這個是沙島啊，你看條橋。想一個位啦，想。It's just that 下你 window 甲下你 train 嘅咧是幾年後甲發生啦 ，that means a few years after 甲發生。但下你我 net 講我 mother spill coffee 嘅時，寫 immediately 我困醒就看到啦。interesting 啊 ，interesting。我唔知咩啦，唔知 explain 我唔知，別曉 explain。係，我諗過。homemade pretzel。soft pretzel 點？呢個。嚇？哎呀 ，sorry，到啲 Skype，到啲 YouTube。soft pretzel 啊？嚇。有 mustard 還是係咪 cinnamon 呢？哦 ，mustard。哦。cheese sauce 啊，哎呦，哇，這 piece。啊，未喎。冰嘅盤。冰嘅白刀。我嘅。啊。咩啊？吸啊！冷。哇！呢隻蛋嘢。有個奶味。哦。伊掉去 boil 嘅嘛了。嚇。baking soda 哦 baking soda。mustard 就是 mustard。哦，我玩的 J sauce 個 mustard 個 G sauce 個咩？知道咯。那冇人。有啊。有啦，食個了了。那落去咗。你一張我係看 YouTube 嘅，參加我係 icon 嘅咧就係。OK。那個別人對。我調到對位。喂 camera。我冇 story 啊路啊，我講過了啦。我有伊唔是故事啊，伊是上架，因為當今我人着老大厝紅波白條嘛，等加了嘅人穿馬紗。有人有聽過有一個日本嘅歷史是估計伊是一個查某嘅鬼啦，種嘅查某嘅鬼叫估計sake onna無？啊？係咩意思？sweet mouth woman。唔捌聽講者。OK， 伊是一個查某鬼，伊穿馬紗。then 伊穿伊嘅馬是因為伊嘅喙嘅是互伊嘅古早互伊嘅翁夾用夾刀夾伊嘅毋是指伊嘅喙啊，上加伊嘅Joker 嘅喙安尼款啊，所以伊嘅歷史是。若是有拄着伊就問有感覺我水無，所以若是有講無水，伊就用伊個角度來斬入死。角度啊？用角度斬入。唔知安怎斬入啊？有點心咧。了有水咧，你講水咧？伊做下都。OK， 若是有講伊水誒，伊就脫掉伊個 mask， 互你看伊個喙哦，伊個肉果個喙。then 伊就問你過一擺 then 當今誒，你感覺我水無？若是你講無誒，伊就用角度斬掉你。若是你專門條站時間講。所以特別你講
哦，嘛是水啊，夠水啊。哦，伊做很快啊。Yes， 伊度用伊個角度來，伊度用伊個角度來加入嘅喙。上個嘢呢？上個嘢呢？加開喙裂顯漢。Yes。哦，這是 urban legend 嚟嚇。日本嘅 urban legend。因為我冇聽過。所以若是有愛 survive 這種嘅鬼嘅，因為有嘅時有 either 有會甲伊講，歹勢，我當緊趕點寫 ，then 伊就被走了，走了，啊是 then 咪講話，唔是咪袂使咪講話，佢就講OK 呢，索呢 ，then 伊就放入去哦。你講索呢？索咪使放入走誒，無加入啊？無加入。你講無水伊個加入啦，你講索呢？Just imagine 條伊梅路我水無水路 hand 你一個念卡，佢講哦，我到 plastic surgery clinic 做緊。佢 make appointment look call 我 assistant make appointment 一唔做。We'll have a consult. We will give you a very good consult. 學路 double discount 啊，買 so sad 啦，佢講 don't be so sad。聽得講嘢。你講呀？新疆咧，新疆，馬油婆，夠我。我愛聽。我真係細聲，你講得大聲。有聽到。我你咪係。我講 about my mother because my mother 伊甲因拄着啊迄個物件。然不知道還是我對來是拄學完拄，然後伊一陣伊看病，還是我嗰時候伊着 depression 嗰陣。Then 然後 after that 我伊就接伊去伊厝住，迄陣時往到少到檳榔個。然後我伊就 try 來過來把海嘅厝住1晚咯。然後 after that 往過啊幾年伊個甲我講 ，because 嗰陣我往到檳榔位吼，往到迄個 flat， 伊後尾迄個草埔咧是加垃圾嘅，因為大家有人係咪捌啲啊，就來迄邊做迄邊坐埋個了嘅咯。然後伊就到迄邊有拄着啦吼，是大埔嘅啦。然後伊大隻暗暝5點幾呢，伊就來窗仔位考了嘅。好，我買得聽哦。然後就零啊，如果什麼我問伊媽咪啊，我係去邊你好嘅，你愛來白白講哦，你告訴較濟嘛。你講係啦，伊講等我講啊吼，伊係個再來，伊正應個對來啊。然後伊就講，伊個啥 something 伊就會拄着迄個物件哦。然伊迄個物件就對伊哦 ，about 慢慢嘅，大隻點幾啊零哦，然後來愛話伊。然後我伊就 try 去迄個大地爺去問哦，大地爺可以迄個大地爺係咩？大地爺。哦，大地爺係咩？我唔知喎。咩係咩？是阿公嚟。哦。教伊正怪出名嘅啦。哦。教伊咧不記算係北角名啊？對。然後就爺伊學機，然後叫我媽媽去1晚買對來，伊可以一個學機伊可以食機，我想講係學機。然後伊叫伊1晚啊，可能過夜係個月先叫伊買對來1晚，可以大隻來找無人咯，找無人伊就別來啊。所以我媽得去我伊個厝住一個月嘅。哦。แล้ว你厝人個別人會看到？我啊，今日我媽得，然後我較大漢嘅時我就畢業掉了咯，安樣咯。你嘅 flat 是多大樓係實在？哇，係咧 super 定嘟入邊。
哎呦，嘛是迄個阿咪啊，大毛哥嘅厝邊哦。嚇，你大毛哥顧住你乜仔啊？我咪一定都嘛講過嘛，就大毛哥同佢搬灣嚟大陸食嘢嘛，對。啊，我係如果你咧，伊個顧厝嘛是大迄個super大肚邊邊啊。哦。你記哦。哦，係我知啊。嚇。BKK。係咪Taman係咪啊 ？BKK。Taman Lip。哦。係你Lip 嘟。呢邊有係你紅茶嘟嘅。係你咪是到位厝嗰邊呀？有咩？紅茶嘟。嚇。站嘅啦，點心嗰邊啊？啊，對，呢邊點心嗰邊啊，係你落啊？That's good，係咪對？OK。我唔是。แล้วตกลง係你點心嗰邊唔是咩？點心？對啦，嗰邊有隻點心喺我度邊呀？點心就會白樓腿去嘅。免白啦。是，仲講你是白加加嘅。咁是白加加嘅啊？伊頭先講嘅是 super tank， 我白加加邊啊？他邊嘅咩？冇相會，呢邊冇另外一個點心嘅。啊，我嗰邊Taman Lip 嘟嗰邊嘅有家己一個點心食人去食嘅。伊樓下伊 basement 樓下是 sunshine。我知，伊就你若是玩。corner 嗰邊嘅。你若是北到伊對面嚇，大張嘅，伊就大北江啊，你哪度講大北江？就是你未去嗰邊時就未要樓梯站咧，擺去買鐵嘅樓梯嘅。啊，對，細你樓梯呢，細你呢，擺去嘅細你啦，大邊啊位嘅。有別咁入芋頭。嚇？依點心會俾芋頭嘅嚇，芋頭嘅點心，脆芋頭。唔知啊，就講掉。對啦，依樓卡 sunshine 起來，我 sunshine 我不明白晒。有 escalator 啦，有 escalator。係對。你啦，你。我記名啊，你特別 round the corner 呢。你白加加冇出嚟嘛？對點心。我響下你就是白加加點心啊。特別是伊講合併嘅，伊是講合併嚟講啊 ，actually 往大合併啊 ，Taman Lip 嘟合併嗬，前一隻可能唔見。係啊咩？哎呦，爽哦！前一隻可能唔見。因為頂到我聽我爸講嗬，但我個搬嚟時啊，佢哋地方是頂到是係咪kebun嚟啊？係啊！呢邊是房嘅咩？伊個唔是房，寫是kebun嚟嘅，所以真係可能唔見。我先搬入來時，我個讀冊掉時，我都看到真係怪怪唔見。咁你都冇講過，告訴咁咩咁樣講？係啦。我看我 record 看我看下面啊，較早嘅時候，我搬入來時候，Taman Lip 嘟咯。Taman Lip 嘟係比較無安尼水過，無安尼乾過，甲暗暗嘅嘛。Taman Lip 嘟是到哪啊？講佢。Sebatang girl 啦。Sebatang apa邊啊？不記咗冇係邊落嚟啦。是破地啊，邊是破地啊？唔是，伊迄邊貴咧嗬，成日家己一個檔案可能嘛，有家己嘅 school，有家己嘅 shopping mall，有農業 wet market，有老人厝嗰邊嘅嘛。所以我是到擺厝嗰邊嘅，所以決定當先搬入來時候，嗰邊是無安尼老咗誒，無安尼乾嘅甲暗嘅。暗嘅可能，你我到嗰邊嘅嗬，我到嗰邊嘅嗰條路啦，都好係你 cross junction 條，淡有 accident 嘅。哦。淡有 accident 嘅，你嗬個好死唔死啊！但係我坐巴士過來去學堂嗬，我大家調本是5點早起嘅，暗蒙蒙嘅就。好佳在時間有幾個 neighbor 肯咁無安尼驚，無你袂驚。แล้วI think 我大無久嘅時，大無久嘅時 I think 我 neighbor 是一個 principal 嚟嘅，Malay principal 嚟嘅，校長嚟。แล้ว有一日
evening 嘅時候，我個仔就我 brother 嗰隻細漢個嘛，然後伊大家走去係嚟為 neighbor 嚟還啦，neighbor 邊鐵佗，所以dinner 等我咪去菜端啦，菜端嘅時我嚟叫伊咪當門一邊等咯，你看大個那裡 opposite 我啦，because 我是 cross junction 嘛，所以我人 opposite 嚟講就是大門向大門，有時講你看大個呢，就是看到人嘅大門本嚟嘛，伊係只 exon 嘛。所以我看大個呢對面時，我實在看到寫一個物件，寫一個 star 可能就 land down 到人嘅厝門口。寫一個物件 land 到人嘅厝門口，然後都好 that 木貴寫一個 star 可都好，係你物件我看到嘅是，伊 principal 喂，係你一句啦，我叫一句，伊本行出來，伊看到。伊看到我看到，咧伊唔敢出聲，咧伊就甲我講，把你，一百馬數把你，懂嗎？伊肯甲我講，然後我就愛梅，伊再講我愛梅，特別伊唔係互我梅，伊叫我緊接去，緊接去，伊就成 escort 可能好多時 neighbor 爾啦，伊緊推我人接去，我嘅厝咧，伊冚我嘅梅 ，make sure 我接去咧，伊家己接去厝。然後 after that 我爸辦工隊嘅時候，我就甲我爸講。佢講，哇！你看到準哦，伊講到過一間，伊個幾步咯就伊冇行過去啦，咧後頭咧伊走去啲去問喂 neighbor 大人甲因講話嘛，然後後頭咧問你後點啊？伊走去問下你後點，然後後頭咧是無久嘅時伊報到我頭前講啦，後頭咧我冇幾步去問啦，就 next day 是寫是講頭嚟。哦。睇你用還那人嘅講頭嚟。伊做講頭，係咪？白人啦，唔是啦，伊是講是那人講頭嚟。白人做講頭啊！แล้ว伊就教我講北京厝啦，咧伊就講我哋講讓看到了，就咪出聲咪講咧講盡量咪行過喺京厝啦。哦，暫時啦吧，後頭咧伊本是真久咧，本喺你厝本未去，I think 說本是唔知係咪數搬走去咯。本thân nó本換新人咧，無想咧，厝本無想去啊，修理本真水去啊。but then 我人嘅厝咧，係你 regular 個 still 有啲掉。哦，少大邊個？伊 regular，OK， 伊即個 regular 是 already 人講正古，個啲個我個大邊個人講過看到伊個，有陣時特別。我講過呢啲物件，喲。依家可能淡薄，因為頂到嘅時我人嘅舊厝係你搬啲水時啊，你再頂到我嘅 Chinese 嘅厝，咪是結梅薄卡特啲人特啲起上一個絲咩，好多嘢借到邊剝住嘛。頂到嘅時候就借嘛。你看你結梅開嘅時冚咧要寫隻 sit，可能係借到邊嘅 every 厝有嘅嘛。So I think because 特你人會看到伊，แล้วยัง出來剝กันแล้ว冇啦個係แล้วก็เลย拍掉去冇去啊個了。哦，你走入邊借啊？伊是查某來咧，有陣時候你看啦，看你甩咯，有陣時你看到伊借到邊洗頭毛啊，咁咪係啊。呀，換啊？唔知我唔捌看過啊，我爸看過。我爸是有看過，我唔捌看過啊。特別有 neighbor 合邊嘅 neighbor 個了冇講有看過伊，我是聽過 ，because 我聽到我唔是大阿伯幫嘛，阿伯我厝內只 special 就我買這厝嘅時候，我嘅阿伯幫吼，甲阿伯妹拄好，阿伯有一個laptop講嘅。係你laptop講嘅，人講到係你 garden 裏邊咧是真正紅嘅，真正powerful嘅，所以我搬來嘅時候，有人 already upgrade 伊厝 upgrade 個正水只係 bungalow 咁樣嘅。upgrade 人講，upgrade 個寫隻upgrade 個寫隻 bungalow 咁樣，特人成講是我人學曬 ，actually 唔是我搬只係 already 有了嘅。特別你阿妹妹對個卡阿妹啦，準到嘅阿妹妹。所以嚟寫一小嘅 neighbor， 我尊重我阿妹妹。แล้ว我係出來黑掉落阿妹落嗬，我嘅阿妹落嚟是 back door face 人嘅 back door 嘅嘛掉。所以人講嘟好，我人大合邊黑掉落咧是 ，if 你聽到有係你練嘅聲阿妹啊，人拖練嘅聲咧，你就大概會知啦。
馬仔是後日就是你那邊被有人歸心了。哦，我有聽過一道呢，我聽過一道呢。驚㗎我本隻人講嘅時我冇相信呢，然後我想講唔知是唔是好啊人嘅，咪結果呢啦。你幾歲啊？secondary school 個讀冊個，但係我個記啱咩時候，哇，木大聲馬仔讀冊哦，讀，紅一聽到哇 shit， 冇咩對皮，紅一聽到人聲都驚就冇咩對皮，冚開一困了。แล้ว冇數就冇數，แล้ว我就 take it for granted 想講，哎呀，冇可能冇人準啊嗬。The next day 時，我個在想你看喺點寫讀冊，我聽到冇聲唔驚，我聽到後尾聲有人剝拉麵啊，人剝膠嘅聲。哦。แล้ว我一聽到嗰陣時，我嘅 instinct 是想要去偷看，我唔敢了。แล้ว實在哎呀，本身咪看，冚開去困啊。แล้ว後尾我就教我 friend 樣講，我就講啲喏，只聽冇聲嘅，因為笑樣講，你後尾落到個可能啲薄膠啊。照嘅咧，你地主講地主馬係啦，แล้วbecause 伊即個落到講到行過我厝嘅咋。哦。伊用我嘅厝嗬 ，just 成bypass 行過，所以 every morning 是講我。行湯你厝啊過去，伊個because 我人嘅厝啊，嘟好我嘅 back door 甲我嘅 front door 嗬是成 direct 嘅。哦，一頭通過嘅了，一頭通過，所以一達都是用我嘅後尾每行通過我厝，所以達到早起。我 feel 到軌道，我 feel 到軌道，我驚，แล้ว我聽到嘅時，我 feel 到軌道，我驚，แล้ว我就甲我媽講，แล้ว我媽走去甲我爸講，แล้ว我爸就走去問，因為點解我搬入嚟這厝時，我爸我冇做 minor 修理咯，แล้ว伊有一個大佬係做呢嗬，伊是動機來跳動嘅，แล้ว我爸就走去問。伊講你來修理我厝時，你看到蝦米 feel 到蝦米？伊講無啊，你厝只清氣啊，只要你迄個後尾拉到講淡會用你厝行過啦。because 較早時我bus 講5點嘛，5點到嘛，我是毋是4點幾就要起來？แล้ว但係我起來邊厝起嘅時候，我會 feel 到我 upper body 冇本長住。你會見紅嘅會見，唔知蝦米數啊？紅嘅行過。一 pass by 哦。哦。一 pass by แล้วก็辛苦嘅 feel 到。伊同人 pass by 我嘅時我驚嘛，แล้ว個一道嘅時就是應該是伊本是伊來啦，這是甲慢了我甲大漢嘅時候，有早時我嘅 friend 過來我厝 overnight 嘛。แล้ว after that 是伊行 shift 咧，伊就要6點啊ਹਨ，無唔是6點，伊5點就要轉去，要換曬，要行 shift 嘛，要去做工嘛。แล้ว我嘛開門嘅時候，我兩人嘅reaction 是相嘅，我開門開兩咧白白開門，我看到隻白白影，到伊嘅車後尾下邊條，像個安怎講啊，像個扭到啊ਹਨ啊，像。你知樣掉就是很想哭掉很啊，哭掉很啊，跳掉不好的哭掉很，哭，所以哭掉，哭掉是應該是伊來哭掉，唔知做咩，然後對佢知道佢哭嘅話就講，哭掉，我兩人哭掉，兩人咁樣。แล้ว just keep quiet นะแล้ว第知道佢คุยก็知道係伊冇啲伊啦。伊個驚我，伊個想我面，แล้ว佢講冇。我係車，你冇見曬呢？係伊冇見啊，巴士華車。我冇管你，我佢咪叫佢走，我講你估咪對，你俾胡做緊我講。Actually，嗰邊真係正，喺條告訴嘅，真係正。因為嗰邊是聽到我聽我爸講，聽到嗰邊他們入都是回來嘛，只隻你唔見。ที่เป็นเสือบ่องนี่มาเดียวบ่องอ่ะอ๋อ喺你環啊，喺邊用白衫跟住嚟小姐บ่อง，對，唔是，รู้ตัว喺你ที่เป็นมาสิอู有時喺你 flat 你มา flat 你 keep 呀
硬青嗰一邊唔是啦，唔是 flat 嘅隔壁啊，你就係你流浪徑下邊啊，用 Besta 下邊按接嚟，下邊有一個雲奶嘅夢，係你冇下邊嘅。我講講你不計咁邊攞嗰邊啊？下邊有一個。不計咁邊嘅攞，有夢。係啦，嗰邊嘛有一個，啊唔係攞邊，攞 from，let's go from USM 嚟，入場去有，按接嚟，但係 lift 到啲位，對啊，個啲山蓋係你落後背下邊。下邊有一個夢咩？我冇注意到。我特登出邊俾只隻人去嘅嘛。我冇注意到嗰邊有隻夢啊會，有啊，係你是 Chinese 表嗰邊關接嚟有夢咩？伊大路你看住佢啦，我唔知啊，有夢咩？我哋諗唔知，你係咪清明意思？啊？讀過咯？清明意思就都有人去嘅。冇咧，我冇注意到。我今日就講係你阿妹馬斯那邊，講阿妹嗰邊啊 ，Besta 嗰邊按住嗰邊路夢，我就阿人係夢啊。嗰一個夢咩？我唔知喎，我唔知喎。啊，Johnny 唔知喎。呀呢？係咪嘅？有咩？類米嘅好似嘅。喂，baby，我講是。後背餅，我後背餅，沙餅，沙餅。是不是？沙餅，沙餅。哦，呢個係 flat 嘅，你阿妹呢？嗰隻 flat 呢隻 flat 列到裏邊呢隻會 flat。阿妹，你到Bukit，就Bukit Gambir 嗰邊嘅咯，呢邊咪有隻你白嘢 flat 咯，對哦。對。係你大邊大路邊Gambir嗰邊啦。對，我教佢 flat 嘅事，呢邊有隻房嘅。做咩？我冇注意到。你到Bukit Gambir 是講正超嘛係啊？你 from USM 嚟嘅事。多超。哦，超啊！You imagine from USM look Bukit Jambul 嗰邊嘅事。對，係俾大刀我見下俾嘅。有夢咩？你所以我正當我咪唔知嘅，即係至少我聽你嘅事，我個事我講笑，夢乜都哪邊有房嘅？咩乜都冇啊！哦，冇嚇！一隻大嘅，是細嘅冇做大邊嘅，我冇注意到嗰邊有夢啊。好啦，你看車冇看到誒，對唔對？你啊，對哦。看住一百架，看住一百架大路，你看住一百架到邊，你落阿妹去哪裡？哪裡你看？我唔知落大啦，冇我就講特登前邊有人去嘅。我知啊，一定要搖板嘅對面。唔是啦，搖板嘅對面。你唔要板嘅啦。唔是，搖板對面係你阿妹教我厝，嗰邊有一個我知。我這裡係你Bukit Gambir嗰邊Bukit Gambir嗰邊落起嚟，係你是叫乜嘢啊？係你我查檢淡薄，嗰陣時我俾嗰邊嘅厝咧冇俾掉。伊是只出名，有一個係咪啊？有一個紅光頂嗰邊嘅出名是用去掠嘅，掠咧係用係當買路店嗰邊，掠蛋攬落去拖開，蛋攬落去拖開。是咯。有你嘅時就我講嗰一個係咧，伊邊嗰邊好像唔是起，但係唔是起係你講到啊，獨嘅講到嗰邊叫咩名？而我別記啊，我本身喺邊嗰邊嘅邊仔哦，唔是邊仔啊，我別記啊。伊邊是啊，對，Ivy Agency，對。啊，你看下你小英啊，什麼啲嘢？按鳥嘅。啊，按鳥嘅，你去看。係你邊係你暗光頂一條咯，安尼細你呢？跟住我都我看晒都看無啊。哦，看唔到伊嘛？哦。安娜的。我 check 你。有一個唔驚咩？我都冇注意到。我係見迄個金色誒 flat。嚇，我冇見啊你。
到發病啊，我都冇注意到咁啊。啊你陣時接觸病就是去嗰啲一隻樹樓，佢Bukit Jambu 嘅位啊嘛對。對，哦對咯，我冇注意到這邊，我冇去過注意過。啊喏，我都唔知是幫嚟本，當時唔知係咪嚟。我打攰啊，應該冇看到。呢對面這是唔是這 school 嚟嘅？哦，係你 Bestari school 啊？對。係咪 Minden Heights 啊？sekolah Medan Heights 唔是 Medan Bestari don't know special school 不要講。係對嚇。Sekolah Bestari or whatever，即係經年你有等。係 performance school 嚟嘛？對。嗱，yes。我係你是幫嚟，我都唔知講這是幫。我都唔知有幫本的。對咯，我都唔知這有幫。這是你呢啦。冇，伊係白家嘅，所以 you don't think that it's a。冇都未講到一冇，我關起來。巴士擺這邊係巴士擺這邊，I thought 是一個唔知係咪人嘅，you know private area 係呐。啊，我都冇注意到講這是一個幫。Because 係關起人喺度。係啦。對嚇。我講唔得，我冇過，because during 清明我嘛唔知。但係這個伊是 under 立獨那邊嘅唔是嗎？哇！咁耐哇！你嘛唔伊啦，阿未夠個本。你唔是 under 北加加啦咩？係你？伊是 surrounding area 嗰度咪是北加加啦嘛？北加加咩唔知喎？哦，但係我 mix up 北加加 and 立新。我人是只碗啦吧，嗰隻會個啦。哦。Is look so near but it's still far. Next turning 嘅時候嘛。對啦。Left turn 嚇。哎呀，我哋看你按鈕叫我係你 screenshot 啊，我直直彈伊。我要撳伊 screenshot 直直彈伊 screen， 伊人講我講安怎伊嘅效應叫到底下邊嘅，我個彈直彈 click 嘛 click 到伊效應嘅咧 button。係咯，未撳呀？嗱，我就攞嗰啲咧。我當佢麻煩，佢就去做換我嘅 camera，好多人看我嘅面。當佢看到，可能看到我係 pencil 度，你冇係 pencil。Oh, Persatuan Perkuburan Orang Cina Sungai Dua, Pulau Pinang. Habis consider Sungai Dua咩？是啦，最後一個 consider Sungai Dua咩？應該是咯。Sungai Dua Sungai Nibong 嗰啲接了白白嚟。會的。Sungai Nibong ka會當白路，這邊是Sungai Dua。Sungai Dua。我係真係未รู้รู้ว่าลิบซินเตะก๋วยเตี๋ยวหรอ哇เตะ沙掉咯เตะ沙แล้วลูกขอเดี๋ยว講แต่มาลูก講係你有貴嘅啊ลูก講嚟做保姆嘅啊係你試多เตะก๋วยเตี๋ยวหรอ試多冇我係大個那裡對面啦啊哈係掉是ตะก๋วยเตี๋ยวหรอ肯定我看 map 啫，我未記下俾幾條路。你真有陣時哦，我是安尼看就，你每一路苗我未記，我會曉安怎記。是咯，哎個人家做乜嘢呢？我是安尼看嘅，你每一個哦，嗰邊我講哦，我知，แล้ว if 你每我係第幾條路，按第幾條路 ，sorry 啊，學未條路。你按多少按隻超，按多少按隻超的。你看到這裡長了啊，按隻超。我對個我係個，如果後面啊，你看到這landmark條差唔多咧，你看到這可能landmark差唔多係按啦。我白講啱句啊，就是。係啦，一直嗰隻咧。然後我就係咩？你到嗰邊嘅？我並未รู้ because ลูกขวาย係勁講掉可能做保姆呀，一處吧，你是唔是華人俾啊嘛？是唔是起個櫃嚟砸個表起來講呢嘛掉？伊唔是講呢，伊想一邊有羅浪嘅掉。邊有羅浪？
嗰個在咱去厝成一站咩邊啊，過嚟北京車嘛。對啊，我嘅厝㗎咧，會在北京車嘛。嗰類以前是，伊唔是 N unit，以前係點講咧？講得勁啊！大陸老實講講得勁嘅，老實講講得勁嘅。以前是 N lot，係 something N lot，特別是 center N lot。center N lot。你講咧，特別是有坑地係咪？特別是裝嘅先。嗯？這是裝嘅先。等陣。裝講掉是八月鋪啊。我唔意。都八月鋪。八月鋪。啊，到八月鋪。八月鋪先有乜大聲氣啊？能？伊緊張啊，應該是聽到啊 excited 啊。等陣啊。啊，是你甲我講，把你喺間厝邊安怎嘅？actually 我睇下看過diagonally 嗬，我冇錯啦，伊迄邊厝睇下是 already 換手了，有人買新嘅厝，換人了。換人啊，是毋是伊把路迄個新嘅人，伊起甲規定啥冚起來個了誒？你把早就講啦，冇冚啊！I think 你講嘅迄間冚起來嘅是骨一條咯，後尾激成啥？我隔壁店嗰邊嘅，老實講唔是咧。唔是，我講嘅是，我講嘅是4條路誒。隨 Google Map 啦，你係唔 share？ 我睇到啲看到 Google Map， 等陣，我睇到啲看到 Google Map， 等陣，我啲看到 Google Map。我咧只人當面冇啦，後邊有個無限堆嘅線呀。無限堆啊，不要啦。當佢係使學外國人去啊未？未使啦，我得誒。So foreigner 未使接Malaysia過啊？未。接入我就 quarantine 啊，未ทัน堆嚟。我人煮咩叫面係你，就咪隻錯就攞出嚟。佢 sausage 看下好，係咪 sausage？你係咪叫巴沙？哦，叫巴沙，我係就你玻璃菜。白菜。哇，白菜就咪出嚟。因為白做嚟啊，伊冇一條古嘢係嚟啊，伊幾隻蛋味，所以叫咪。水面。哦，係上濟嚇。I think recipe 成日就寫是不夠水嘅時候，咪啦唔知。都係哦，我睇到 share 是 recipe 好了。白肉嘅。白肉。哦，即面是 sourdough regular pretzel soft pretzel。真嘅，隔壁一直邊看唔到。哦，唔是 Street View Google Street View 啊，等陣嚇。王就 demanding 嘅，王佢講。我唔知邊咗去看 Street View 嘅，等陣啊，我到揾那邊。我你使，你吹下你食食人，食食揾食嘅人。本有咩？本上是冇。你到 Google Maps 啊，是到 Apple Map？ 我到 Google Map 啊。Google Map 你當伊就成日當伊嘅街路線，你當伊街路啊，伊會啲成個是出一個人，佢伊就是嚟介紹影是 Street View 啊嘛。冇，你冇好啊？哦，你訂了個係你咩？訂了咧是你 Q 起來看。啊，等下有啦，等陣，有啦，等下有啦。咱哋當劍鬼90分鐘 geography 嘅。有咯。呀，我到 Google Map 對錯先。我係想看，我 always mix up 白加加嘅 lip sync。lip sync 是 Super Tango 嘅，白加加是係個 Tesco 嘅。Tesco Extra。OK。定飛你算嚟到啊？不過別人個扮鬼，嗰時講佢被發人吹掉先。
哈哩嘞，哈哩，多么高？咁我嗰個點咧？有啊，咁真係鹹咧，但係你講嘅嘢古處去佢嘛？多麼高冇啲啊，冇點啲唔是多麼高咩？鹹水啲咧，鹹水啲。Hello，聽到？啊，你是鹹水啲。鹹水啲嚟哦。啊，聽到？來讀放鹹啲嘅鹹水啲，人哋台灣放鹹啲來時，我直接叫佢鹹水啲嘅嘛。哎，那我就 confuse 我，可能你話條話是叫最原來有來，有啦，不咪貴啦。มีโซลอนกันแล้วเนี่ย 你捌讀過鹹放鹹啲啊？放鹹啲嘅鹹水啲捌讀過啊？冇啦，on the podcast 啦。I think 我近來使期間咧看啊，未個再等了，我未個再等了。依個人學我看，反正我未使個再等了。哎，除咗一件，你看到是多一件？最硬嘅。什麼 ？I think 唔知第 from 佢哋講啦，第二啊、第三件我未知啊。等到冇呢水嘅嘛？睇下阿毛毛你睇呢嘛？托下出來。你講下你講得勁唔計是唔是？即係一路無雜嘅了起來，即係講得勁無雜嘅了起來。你唔是講啦，你講係中嘅。我講嘅 ，because 你講咗多三條路咩？Then actually 我有隻 relative 伊多四條路，then 伊嘅厝就是伊嘅厝就是。我嘅條路阿妹啊，我阿妹啊。阿妹喲，對。特別你看我看到很，你是我舊嘅班上下邊樣嘛對。對，我對面是你見到家陣嚟嘛，他那做廣泛嘅嘛。對，我唔是我 auntie 啊 ，because 啊，我上條你看到是伊嘅厝 ，because 伊較早咪是有可能落過薄膜。唔是，我看到大個那裡嚟，因為我下邊三條路大個那裡是下邊啊嘛，我可能看下邊對面。好，我知啊。唔是啊，because 伊厝本是，แล้วบรรลุยังมุ่งผาเจ้าแล้ว伊應該是會知啊，阿妹係一條路呵，哇，有一間厝，大姐伊爸本命，唔知拍囝還是賣囝淡口誒。唔知咗阿妹落嘢就因為好錢也大聲，大人本唔知係咪數，大姐本賣囝拍囝誒。伊翁是講無多厝誒，真正必須誒樣嘅厝。無人着咩部 ？maybe 啊，特別我唔知嗰一間。誒，我俾佢講，人看咩包槍龜告訴你，就咩數就是俾物件俾來啊。咩嘅？West Side 咩出？啊，那細嘅，我想做咩？我咩物件？阿 John，我 supply you gabus。gabus 係咩意思啊？你ทัดเองทัด 我 supply 你自己，我 supply 你自己。冇代ทัด唔係你係 supply 我資料，看你出來是生嘅，冇代ทัด湯過邊嘅。玩恐怖。阿張你厝玩哦，玩應該是話你玩角係嘛？用我哋角比較好。是啊，你是 gabus 係點嘅？gabus 啊！但不要緊啊嘛，你去到那時你聽到啵一聲咯，開上邊。冇啊，是奇怪，我係是豆嘅叫教本事，你諗按照冇叫冇對談啦，是係咪呢？冇對談。我剛是都教本事嘅。你一隻是叫冇對談咩？冇對談。是 something 㗎 authentically Hokkien 話啦，然之後 using 華語話。是咯。那邊我們未曉啦，actually 度啊。我是叫冇對談啊。我諗用試試冇。你嘛講咩？你嘛冇講 gabus 啊？是咯 gabus 咯。OK， 我去幫晒啊！所以可能另外攞一代我哋兩個小談呢個，啊希望啊我夾起嘅是 double delay，所以咁香港好咯，所以我世界談棒嘅平衡。然後即係禮拜今日正成วัน特別嘅邊咧，可能我會 restart 喂，即係 double slow 啊喂，即係 stream。會介紹我特別嘅邊啦，即係擺就是英國中、奧地都、半鹹啲、鹹水啲、豆角。
拜拜。四百九大蘑菇新椒八油泡個有鵝尿。拜拜。拜拜。個仲啊不到買飲。OK， 學咗冇講話。學咗冇講話，咪見下困嘢。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一過嚟就會去bằng á，過嚟講 OK， 拜拜。拜拜。哎，這是誰先？人啫，唔對 output。哦，等陣。我係 system 嘅辦嘅咋，所以我第一嘢咧。shortcut 嚟食股嘅蛋咧 ！Oh my god！ 答我 ，OK， bye。哎，真係謝謝。拜拜。哦，Vicky 話到對住你 ，OK， 等陣嚟佢嘅翻嘅。